殷公主，這壺中便是公主要的北域雪梨酒。这公主答应的酬劳，这是宫中最好的羊脂玉，你等平日是見不到的。公主也別小看了奴婢，這酒也是稀罕物，性寒烈，夏日裡少飲可解暑，多飲卻會腹痛，千萬不可貪杯啊！好了好了，本公主知道了。你見到舒公主今日要穿的那件祭祀舞服了嗎？見到了，美的無與倫比。姐姐，剛才你與子歇說了些什麼？不告訴你。你若不告訴我，那以後我也不告訴你了。你不告訴我什麼？你想知道的事情啊。你不告訴我算了。天好熱呀，珍珠，去給我和月兒倒些涼茶來。是。舒妹妹，可是口渴啊？我這裡有一壺玉露瓊漿，據說飲用後可讓人冰肌玉骨，有脫塵成仙之態。既然妹妹將在祭祀大典上主跳少司命祭舞，何不多飲2杯，也可助興。姐姐，平日裡你就不勝酒力，這酒還是不喝的好，免得誤事。既然姐姐有這等好東西，妹妹怎能不喝呢？給我嘗嘗。真是甘甜如蜜，清涼入骨啊！這麼好的東西，你們可不能跟我搶啊！再來一杯。姐姐，少司命祭舞馬上就要開始了，你等還不快去更衣？可不是，時辰不早了，再不更衣來不及了。走吧，我們一起更衣吧。哎呀，怎麼了？哎呀，舒妹妹，不知怎的，我這肚子有些絞痛。快坐下，姐姐，我給你揉揉。怎搞的？莫不是中了暑熱，或者岔了氣？不知道。哎呀，這疼一陣一陣的，怕是一時半刻好不了了。那怎麼辦啊？舒公主還要領跳少司命祭舞，身體不適，這可怎好啊？是啊，獻舞少司命，萬人矚目，千萬耽誤不得。女師要早做打算啊。若是舒公主不能領跳，那只好臨時更替啊。眼下能頂替舒公主的只有……女師說的有理，能頂替舒兒獻舞的就是月公主了。啊，我不行，我不能跳。月兒，舒公主這話當真？私下裡，月兒曾幫我許多次，她其實跳得比我還好。你真的和舒公主一起練過？我是練過，但我不行。月兒，我不能跳。舒妹妹此言不妥。祭祀少司命是何等大事，芈月從未接受過女師指點，草率獻舞，褻瀆神靈。獻舞少司命，講的是一個誠字。有些人心裡不乾淨，即便獻舞，少司命也不高興。既然舒公主力薦，那就試一試。你現在就跳給我看，你若真的能跳，那就是少司命選中了你，你命裡該有的逃不掉。今日由少司命判定的事最妥不過。女師，芈月向來忤逆，微後若知曉此事，定不會答應。这女師已經說了，
此事由少司命判定。即便日后母后怪罪下来，舒儿自会分辨，女士不必多虑。月儿，月儿，皇爷在等你，别辜负了他。楚王请，韦后请。秦王，那少司命的祭舞就要开始了。今日歌乐鼓舞，同鸣相召，以屈子的九歌祭祀少司命，极光奉雨，别具匠心。秦王可知道今日祭祀之舞领舞之人是谁？是谁？正是寡人的贤妹舒公主。舒公主领舞，好。早闻楚国歌舞美轮美奂，本王今日应楚王之邀，能一睹其真眼，也是大幸。